各位世界朋友，我係杜森，今日就2023年9月，今日27日，梁鳳儀。好，今日農曆係幾時啊？癸卯年係啦，8月13日。13日。哇！我今日好高興啦！黎振華師侄，哇！你今日咧出版咗呢一本，梁鳳儀，你讀俾聽下係乜嘢啊？袁文佳師傅係嘛？係。係咪北螳螂啊？係啊。武術人生。係。莫德賢師傅，哎呀，亦都係我哋師弟嚟，大家係莫家嘅大師。今日非常之難得啦！我今日咧睇見阿黎振華，我哋嘅師侄，同阿袁文佳師傅出版咗呢一本啊北螳螂嘅袁文佳師傅嘅武術人生，我一個好大嘅感覺，各位朋友嗱，我而家講啦。我認識呢個袁文佳師傅啊，係50年代啊，嗰就係通過我嘅同埋一齊喺清華中醫學院江景培啊先生，我哋同學係介紹我認識佢。當時佢哋大家都後生仔，係咪值得我哋啊？係歷史懷念啊！不讀嘢。嗱，我而家一掀開睇一睇，我哋喺80年代，我哋嘅中國新武術拍成電影《少林寺》啊！而家鼎鼎大名世界嘅國際啊明星嘅李連杰啦嚇，咁啊當時咧。呢個少林寺咧，我哋搞呢個活動嘅，我哋武術界為我哋國家銀都機構咧呢一套少林寺啊，係搞呢個咧新武術喺電影咧推向世界呢個發展。嗱，大家裏邊嚟講咧，睇嘅有好多畫面啊！當時咧真係值得我哋大家世界人士武術界啊，係一個懷念啊！咁我而家呢本嘢啊相當豐富，所以我而家一睇嘅呢本嘢咧，裏邊咧就睇到啊阿袁文佳師傅咧裏邊睇嘅武術人生嘅歷程咧，而係黎振華師侄咧能夠同佢出版。